年哦，甘那桃园市就有19件火灾，乌被放炮的申诉案件嘛有372件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拍算要来修法，甲大楼的主体区来比较学校、图书馆、幼儿园甲病院，拢在做特定的测验管制区，按算3个月内会公告实施。大火一直烧，伫个绿德区南德路2段一个火烧场，初一的暗时因为民众放炮啊，造成现场的支收物，包括塑胶杆啊、含纸、生活等等，拢规个烧起来。根据消防局的统计，伫个连假期间，桃园因为炮啊、烟火造成火灾的拢总有19件，其中杂草废弃物有15件，车有3件，建筑物的部分有1件。春节期间，本市因为爆竹烟火而酿灾的火警案件总共有19件，特别呼吁民众释放爆竹要特别注意释放的安全，还有释放之后的余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处理。过年一直传出放烟火也是炮啊致灾的事件，而且嘛会吵到别人。通知环保局受理侦情，这种放炮的案件嘛有372件，比去年同期是降17%。那时候有点困扰，有时候人睡了，然后老人家睡了嘛，那会爆竹声突然响会吓到。那我因为我有养狗，我发现狗狗都四处逃窜，我觉得很害怕这样子。最近是少一点，今年是比往常少。于年前市府跨局处协调讨论，并结合跑马灯宣导及新闻报道，使2014年爆竹烟火成群率下降17%。环保局讲，已经和民政、消防、警察这单位做下局处的演议，会规划的修法，比较学校、图书馆、幼儿园和医疗机构。甲管老站、厝国正峇这主题区，那就是特定测验管制区，若是违反法规，会依法罚银3000到3万等等。按算会伫3个月内公告实施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